即个师傅人咧甲你教，你着乖乖听人话，安尼才会得人听。你现在大汉啊，你着较会晓修炼，三顿着爱食会饱，穿互会烧，安尼阿母才袂怨恼。阿坤姊嘛，咱生活若是要去学功夫，都毋是要调去做兵，但是你安尼，是啦，你家还嘿，无啊，阿坤咱无啊，等你走去咧创啥货啦？先生先生，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阿坤咱无啊，好先生来啊，俺就出来。すいません。ちょっとこれチュラに渡したいけど、チュラにいますか？はい。阿坤咱无啊，老师来，我要找恁秋兰啦，你袂出来？你还要创就出来啦！你甲讲无伫啦，阮秋兰去田里做工过啦，无伫啦。喂，秋兰啊！秋兰，我这边。秋兰啊，我带恁阿兄要来七股吼，学剃头。是啊，阿兄，你要家己照顾家己哦。秋兰啊，拄则啊，明日迄个先生有去恁兜找你，你知无？先生找我？是啊，明日迄个先生因岛上过身去，今仔日伊赶去家人坐船，要转去日本。转去日本？伊即马人诶，搁有伫厝诶无？走就走啊！秋兰啊，你要去倒位？即摆已经坐车走啊！伊讲伊袂搁再倒来台湾教册啊！先生，你的功课我还袂写好咧。这是日本老师要互你的。先生。我这查某囡仔实在无脾气，知影咱兄无伫咧，伊就哭到遮伤心。都是讲，都上讲要甲你看卖啊。哦。你倒落倒落哈。酒啊。都上，都是我这阵啊，是我头郁郁，定定失眠。等食饱，我再讲换一条药，互你食看卖。好。都上。都是讲，你是倒位咧无爽快，嘛甲道上讲互清楚。像你安尼，已经过2、3个月啊。那拢袂好咧，你嘛出一个声。树兰拢无通去读册，即马毋知安怎。
是你巴肚内底囡仔较要紧，还是树人较要紧？代志已经过去遐尼久啊，你哪会还搁咧？对啦，你是咧怪倒送，无互你转去厝里，害树人无法度去读册，你无欢喜对无？我就知，你根本就无破病嘛。无怪我问倒送你是啥物病，伊拢讲袂出来。你安尼做敢对？倒送嘛捌讲过，等你囡仔生出来了，你爱创啥物拢会用的。敢讲你对你无够好？我实在想无，你到底是咧想啥物？你家己好好反省一下。无病啦，伊哪有病？唔知你想啥？啊，你逐项拢甲替便便，安尼敢对伊捌？做人的媳妇哦，多一个亲像伊安尼。对伊好吼，迄是咱咧讲的啦。咱为着要抱孙，啊，项项代志拢替伊做啦。啊，伊嘛唔知要安怎，佫袂管事，啊，煞落吼，有个心肝的吼，有甲破病啦。无听着吼，人伊甲秋兰啊，两姊妹啊感情足好的，啊，人伊要关心秋兰啊，咱也咧共主动，安尼敢袂伤超过？倒送，教送。哦，药啊，得甲你转啦。托是哥，有话想要甲恁讲。坐咧讲，坐咧讲。有啥物话你做咧讲袂要紧。这段时间，我敢为着家己，害大家的心情，拢互我影响着。虽然我安尼使性地，恁阁拢无甲我计较。倒送，阁逐工拆药互我食。卡送，阁毋敢互我做代志。连茉莉，我实在感觉真袂得过。我要甲你回信嘞。唔免安尼，唔免安尼，接着，接着，接着哈。你会晓安尼想，上介好。一家人本来就是安尼嘛，有啥物代志就提出来讲，唔好积伫咧心肝啦。啊，搭即摆你也想通啊吼，啊放心情就放互轻松哈。啊，对啦，你敢有想要转去看恁小妹秋兰啊？有啊。我看吼，你也是莫转去好啦。倒送。我是讲吼，伊莫转去，互茉莉哦，转去带恁小妹来，安尼敢是较好？多谢多谢。好好，你入去哦，你这个人善有影哦，念伊讲要转去，啊念伊讲唔好转去，害我一个心肝头你扑扑菜，你敢知？你使足够共创治了。歹势歹势，すみません。哪只喊行？我第4甲米要来互你啦。哪着只搞咧说？秋兰，好，阿爸，舅，你是毋是有代志？无啦，就恁阿姊是问你过头，人无啥好，我想讲，看你当时较有闲，带你去家里去佚佗，跟你阿姊开讲一下。阿母，好无？新闻哦，伊煞袂晓家己倒转来遐。哦，做好嫁人的新妇，敢都袂堪要倒转来后头厝，敢真是歹头也错。阿母，你唔通误会啦，都是个即摆有心，转来较无方便啦。
有心哦，有影啦，大身大命，倒转有影较无方便，毋倒若闪着，鬼是负担袂起哦。莫转也好啦，恭喜哦！看阮后面的头一体会甲你生查甫的面。阿爸，我就想讲要带秋兰去看陶石膏敢会用的。搭即马田的遐无用，秋兰逐工嘛爱去遐斗3工，伊要哪有迄个闲工好去啦？阿爸，秋兰若无用哦，莫勉强啊！啊，这物件要摕来，伊就收落来。我哩啊，你摕转去，啊，带小兰去啦。来，嘿，免啊，我就摕来啊。哎哟，啊，等你明仔载，咱免去田的做工课遐。秋兰，行，带你看恁阿姊。千里路，万里情。真白伊个。秋兰来啊啦！秋兰，秋兰来，哎，秋兰，いらっしゃい。亲家，请こんばんは。こんばんは。真有礼数，真乖真乖。来来来，哎呦，你看咧啦，10岁囡仔的手讲安尼啦。哎呦，咱来做工咧做伯伯啦。秋兰，阿姊，阿姊，阿姊，陶七公，陶七公，啊，秋兰你去，好。来，秋兰，咱来去。好。秋兰这回来会当到几工？明透早就要载伊转去，透早，咱就遐赶紧。明早起，就搁甲因阿爸去做事。是啊。就搁做事了。你来听看嘛，这个囡仔哪会这可怜？来来，过去啊！咱先落来去剃头店学师啊，毋知带了会惯势袂？我安尼烦恼甲安尼，我想我明仔载要来甲伊看一撮，啊厝内头还阁有剩一尾鱼啊，我先煞煮来互伊食，好无？哎，啊牛哪咧爱？有看到食无？无咧，等你一年冬天为死的做转来，做到要死都无听你咧讲忝啦。啊，等这只牛小可爱一声，你就安尼紧张我要死的啦。我想吼，这只牛是比你的性命搁较重要啦。等即马牛也无安怎啦，行啦，入来食饭啦。是啊。哎呦，心热啦啦！哎呦，我的心肝囝咧，你来别遮啦，紧的啦，紧甲扶起来啦！小心来，小心来！小心来，小心来！你爱啥啦？两条，小心来者！哎呦，你嘛较细力的啦！你安尼遐大个，就甲推了，伊敢站会牢哟？
真是无啥要紧，啊若无吼，咱的怨叹是死人。啊，无你是念煞袂啦？哎呦，还会听袂？袂听，袂听，伊外口开。进去啦！无，你是叫鬼要创啥的啦？啊，无伊是倒来创啥？哦，转来啦！哦，有转来就好啊。我下昼吼去七股啊，想讲先煞要看新发啊。啊，铁路店的头家哦，甲我讲新发啊，胖去啊，吼，害我惊一个。我紧要转来甲恁讲，今仔看到伊本人啊，那呢我就安心心啊晒烈数。我嘛毋知影发生啥物代志。新发来，你先哪会走倒转来？你紧甲保这边讲，是毋是铁头店的人甲你欺负？就是安尼，迄铁头店的头家啊，偌懊恼这个新发的，讲这囡仔啊真骨力，搁真乖，好，搁真肯学功夫，好，讲若找着伊吼，你甲带转去，伊袂甲恁计较。新发啊，啊你是学这铁头无趣味吼，若无趣味，你甲我保证别讲，我搁甲你另外找一个别款的头路，啊？袂了，我要学剃头啦。啊，要学你搁走转来创啥？伊都咧惊你啊！你若要甲拍啦？新发，你甲恁阿爸讲，讲你先哪要走倒转来？你讲啊！千里路，万里情。爱的母亲地，伊个。新发，你甲恁阿爸讲，讲你先哪要走倒转来？你讲啊！我都想厝啊，想我爸，想我母，想手人啊。そうですか。新发啊，一七股就无囡仔伴的事，无怪伊会想厝啊，见无落去啊。安尼好啦，人转啊就好，我要先走。哎，好，恁上恁上，安尼啦，恁若有心要新发来学功夫啊，明仔载恁本人将新发带去铁路店，啊，甲迄个铁路店的头家会实的失礼，安尼较好势，吼。哎，妹姐，来了。师傅，先生是讲安怎？你这下先生误会你偷摕伊的笔，所以呢，伊送你纸典甲笔，甲你下失礼。这个就是万年笔呢。米子遐先生佫讲，你读册都要认真。伊转去日本了后，一定会足思念伊的。你会当用这支笔写批互伊。秋兰啊，米子遐先生用这款方法甲你鼓励，你读册就要较认真嘞，唔通互伊失望，知无？米子遐先生对学生啊，实在是足好的。伊对我遐尼好，有迄天佮对伊遐尼无礼貌，我实在足歹势。你莫想遐济啦，伊若是要甲你计较，就袂送纸典甲笔遐尼贵重的物件互你。一千